嘿，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3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30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36天。前线总共发生了110次战斗，其中36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9次在胡里亚波尔方向。地面战线激战正酣，俄军推进速度放缓，前线作战形势对乌军来说也是很严峻。当俄军的攻势明显放缓，接触线总长1220公里，俄军在前线兵力大概71万人。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包括波克罗夫斯克、库皮扬斯克、莱曼地区、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和胡里亚波尔附近以及苏梅州。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乌克兰部队通过第155旅叫基辅安纳旅的无人机侦察发现敌方活动后成功俘获3名俄罗斯步兵，活捉该旅步兵展开逐屋搜查，发现一处被俄军占据的地下室，而俄罗斯突击小队未做抵抗便投降乌军，也是乌军对这些渗透进入波克罗夫斯克的俄军进行清剿。那么在这个库皮扬斯克方向呢，乌军的第116独立机械化旅无人机操作员定位并击中了一辆伪装良好的俄罗斯自行火炮，同时还摧毁了2辆车辆，并击落一架接近乌克兰阵地的俄罗斯闪电无人机。也就是双方在波克罗夫斯克，在库皮扬斯克那还是激战正酣呢。根据这个欧洲媒体报道说乌军的第3军团就是那个亚速旅指挥官告诉媒体说乌克兰为了获得国际保证，放弃了世界第3大核武器库，我们把导弹交给了俄罗斯，后来俄罗斯又用他们袭击了我们，我们必须接受现实，接受它本来的样子。不幸的是，国际法在这个战场上不起作用，这个新帝国唯一真正听从和理解的只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相信交易，因为交易的前提是理性行为，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并非如此，请接受这一点。一旦你接受了，当事情发生时，你就不会再感到惊讶或失望。这一点首先适用于欧洲。目前我们正坚守阵地，现在超过100万的军队部署在欧盟边界沿线，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事实上，我认为乌军实际上已经是欧洲安全的一部分，欧洲必须认清这一现实，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一个团结的欧洲必须团结起来，强大起来，因为实力是普京唯一能听懂的语言。这个乌克兰的军方实际上是非常强硬的。这个亚速旅的军官你看表态，也就是简单点说就是抛弃幻想，要跟俄罗斯打到底，你跟俄罗斯签任何协议都没什么意义，俄罗斯人只能听得懂大炮的声音。实际上这个无论是第3军团还是乌军的其他的甚至包括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他们的表态都非常强硬，要打到底。从目前看乌军也有这个实力，毕竟战略相持，对吧？已经好几年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嘛。俄罗斯刚侵略乌克兰的时候，那是最危险的时候，兵临基辅城下。现在你看俄军一个波克罗夫斯克就打了将近2年，伤亡无数，结果呢到现在还没拿下。库皮扬斯克，对吧？号称拿了3次了4次，到现在还在无谓的在做牺牲还在往里填人肉消耗战。双方对这个对方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那也是毫不手软乌军总参谋部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夜间袭击了多个俄罗斯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用于向俄军提供补给的塔曼石油天然气公司石油码头。在命中后当地发生爆炸和火灾，损失情况正在评估中。乌克兰部队还打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防空雷达系统，包括什么对抗 GE、什么天空-U、天空 M 系统。总之都是不是 S400的这些雷达就是铠甲的雷达。其他袭击还命中赫尔松州俄军的一个无人机存放点，塞利多沃附近一处俄军指挥所，以及德尔巴切夫的一个弹药库。
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呢，当地时间21日，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长官发布消息称，当地再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当天晚上，杰姆留克区沃尔纳德镇的这个叫港口码头设施遭到袭击。据初步统计有2名港口企业员工遇难，另有数人受伤。乌克兰还袭击了一系列俄罗斯电力基础设施，诸如奥列尔州热电厂和比尔格莱德州的米丘林斯克热电厂。这些遭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热电厂不仅为平民供电，更重要的是为俄军以及军工企业供电。这也是乌克兰在承认袭击这些目标时，为何要强调这些目标与俄罗斯军队和军工业有关的原因。乌克兰并未攻击那些与军事无关的俄罗斯基础设施，也就是双方对对方的这个发电厂那是毫不手软的。在顿涅茨克发电站，还有这个塔曼港和斯塔罗别舍沃火力发电厂遭到袭击。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正是据说150年来一遇的这种严寒。很多城市晚上最起码都是零下15度，有更严重的恐怕零下30度。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老百姓都很难承受，尤其是城市里面农村里面，我看有网友留言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老百姓为什么不能烧柴？你在楼房里怎么烧柴啊？农村里面还好一点，对吧？你可以烧柴取暖，没有电还能扛。城市里面是不行的所以说乌克兰这边老百姓，尤其是基辅利沃夫这些地方，还有哈尔科夫，那是遭了大罪晚上零下10度你想象一下，没有电，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我估计把所有能盖的被子都盖上了，保暖内衣对吧都要穿上，能穿的都穿到身上，捂着被子，只能这么扛。快的话12小时电来了，水来了；慢的话24小时、36小时。这个对乌克兰人来说这是现实的困难，当然对俄罗斯也一样但是所不同的是什么呢？那么乌克兰接受到的国际援助那是非常多的，有助于乌克兰老百姓扛过这个寒冬。你比如说阿塞拜疆向乌克兰提供12台低压配电盘、11台发电机、5台变压器和27000米电缆，这些设备将有助于恢复受俄罗斯持续袭击影响地区的电力供应。你看看这阿塞拜疆那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不给俄罗斯捐赠人家给乌克兰捐赠，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荷兰宣布向乌克兰能源部门追加2300万欧元援助，援助内容包括天然气采购以及用于天然气电厂紧急维修的设备。此外，荷兰公司还将提供包括发电机和电缆在内的能源设备。斯洛伐克将于1月底前向乌克兰提供能源和医疗设备。众人拾柴火焰高。波兰政府已单独交付约400台发电机。日本将于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并且日本正在准备一项重要的能源设备援助计划，也就是日本要向乌克兰援助这个发电机。你说实际上都是欧洲国家在援助乌克兰，但是你看远在亚洲的日本也在支持乌克兰，这是雪中送炭呢。所以这个欧洲国家那赶紧的对吧？那更得抓紧连亚洲国家都在援助乌克兰。波兰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彼得乌卡谢维奇表示超过400台来自波兰政府储备的发电机正被送往基辅及周边地区，以协助恢复电力供应。波兰正在提供帮助。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如果乌克兰的老百姓扛不住，民意垮了，那欧洲这国家后悔都来不及。所以现在有钱的出钱有物资的赶紧出物资波兰的外长希科尔斯基说蓄意攻击民用基础设施是战争罪，而普京绝非和平之人。去年我们不仅资助了战争，还资助了乌克兰国家的运转。如果乌克兰最终没有因为协议而获得可防御的边界，我们就是在为下一场战争埋下种子。波兰人说实话了也就是翻译一下也就是如果说乌克兰投降了，乌克兰领土换和平，那实际上就是等着下一场战争在欧洲爆发。好在欧洲现在已经看清形势了知道这个接下来怎么办。德国公司
已向乌军交付了至少8辆履带式装甲战斗支援车。乌军与芬兰一家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大大扩展了乌军获取高质量卫星图像的能力。该协议提供了来自全球最大的卫星星座持续数据访问，从而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通过扩大对该公司数据的访问，乌军能够更快地评估战场变化。马克龙说过目前乌军在战场上的情报2%是来自法国。如果芬兰对吧能够再加大支持，乌军一整合，可能情报基本上都是来自欧盟了，来自欧洲对吧？跟你特朗普关系就不大了。我们再看看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特朗普搞了哪些闹剧首先是当地时间1月22日中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瑞士达沃斯签署文件，启动所谓和平委员会。大家听一听哪些国家参与了首先是蒙古、阿根廷、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巴拉圭、印度尼西亚、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匈牙利、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等国代表，甚至包括国际社会并不承认的科索沃。签字方中不包括巴基斯坦和以色列代表。通过这个名单可以看出你说都是些什么国家？都是平常一旦国际上有大事，这些国家都上不了桌的，对吧？国际上有点事情，他们都凑不到跟前的。这一下逮着机会了，特朗普既然号召，那赶紧，既然大哥给面子，带着一起玩，那能不去吗？只如10个亿美金可以少给点，到时候1000万、100万也行。所以你看到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西欧国家无一参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安理会5场，那另外4场反正目前没有参加，就是他这个签字仪式但是俄罗斯是参加的这个1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考虑到俄罗斯与巴基斯坦人的特殊关系，俄罗斯可以从美国前政府冻结的俄资产中拨出10亿美元给美方，提议设立和平委员会。普京还表示我们在美国被冻结资产中的剩余资金，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和平协议后，可以用于军事行动期间受损领土的重建。大家看视频Учитывая особ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палестинским народом, мы могли бы, я думаю, направить в Совет мира $1 миллиард США из замороженных еще при прежне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США российских активов. Кстати, оставшиеся средства из наших же замороженных в США активов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и н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й,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в ход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Украиной. По поводу Гренландии. Это нас не касается совершенно, того, что с Гренландией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о у нас есть опыт решения подобных вопросов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В XIX веке, по-моему, в 1867 году, как мы знаем, Россия продала Соединенным Штатам, 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упили у нас Аляску. И если мне память не изменяет, площадь Аляски это 1 миллион, где-то 1 миллион 717 тысяч квадратных километров, чуть больше.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упили у нас Аляску за $7,2 миллиона США. Надо проверить, конечно, эту цифру, но, по-моему, так и есть. 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ценах, с учетом инфляции за все эти многие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эта цифра была бы 158 м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А площадь Гренландии, она чуть больше, по-моему, 2 миллиона 166 тысяч квадратных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оже с хвостиком. То есть разница где-то 450-449 примерно тысяч квадратны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Значит, если сравнить это со стоимостью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Аляски, то цена за Гренландию была бы, где-то там 200-250 миллионов долларов. 可以说特朗普这个算盘打得响，普京打得更响。
我昨天节目就说了，普京肯定是愿意跟着特朗普后面玩，愿意特朗普带着他飞啊，带他吃鸡。没有特朗普，那普京在国际上根本就没人搭理他，除了对吧2个印度被孤立了。所以特朗普伸出这个橄榄枝，普京他能不接住吗？但是普京也很贼呀，对吧？你说让出钱行，10个亿美金，我在美国对吧？那个被冻结的钱，你拿10个亿就行了。然后他还很大方啊，剩下的钱呢，到时候融入乌克兰重建，就这意思啊，就是被军事行动受损的领土的重建。什么意思呢？这个普京说的是一个活话啊。什么叫活话？就是他在美国被冻结的资产，俄罗斯资产，到时候用在对吧这个特别军事行动期间造成的这个领土损失的重建。他到时候重建是哪儿呢？重建是俄罗斯控制的部分。你想想对吧？俄罗斯控制的这个乌东4个州那个实际控制的区域啊，包括克里米亚，你美国把我冻结的钱你还给我，我来重建这个地方，或者是对吧？咱们跟美国搞个基金，也重建这地方，重建他控制的区域。这小算盘打的啊，那是啪啪响。你要不知道，以为他是善心大发呢。这个普京啊，那更有意思的是，他居然在这个特朗普啊要拿下格陵兰岛这个事情上面拱火浇油，对吧？他这个账算的也很精啊，按照当年美国人购买俄罗斯的阿拉斯加这个价格，算上通胀，对吧？算上物价上涨，都算完之后，格陵兰岛啊值多少钱呢？2亿到2.5亿美元之间。你说他这不就是拱火浇油吗？对吧？昨天拉夫罗夫说啊，这个格陵兰岛历史上并不属于丹麦，不是丹麦的固有领土，他就是在拱火浇油啊。然后这个今天普京要跟特朗普说啊，哎呀，那地方顶多花2个亿，多了都是你吃亏，不就这意思吗？你看当年我们俄罗斯把那个阿拉斯加卖给你，才700万美金啊，你就算上这个通胀和物价上涨，它顶多那地方就值2个亿美金。幸好啊，特朗普现在受到压力啊，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武力侵占格陵兰岛，这个要强占格陵兰岛这个想法了。咱们在节目一直说，对吧？格陵兰岛这个事情不需要关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特朗普你想干啥，你得先通过美国国内，对吧？你国会，你共和党同意不同意？民主党同意不同意？对吧？不是你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如果啊，美国国内没有办法制约特朗普，说特朗普想干啥干啥，那特朗普不也就变成普京和司令官还有这个那谁一样的一个领袖了吗？想干啥干啥，一拍脑门。那美国这个制度还有什么优越性呢？我们一直说美国制度好，是因为它能够自我纠错，对吧？老百姓把特朗普给选上来了，但是特朗普你也想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就证明了这个美国制度的优越性。如果说你选上特朗普想干啥干啥，美国制度对他没法约束，那就恰恰证明这个美国制度他也要改。你看特朗普现在打退堂鼓了吧？当然这个不代表这事就结束了啊。特朗普因为他想一出是一出，保不齐啊过2天他突然对吧又要武力侵占这个格陵兰岛。当然了，扬言他永远是扬言呢，然后又跟欧洲在搞贸易战等等的，这个保不齐啊，因为他朝三暮四，朝令夕改的。但是从这儿你可以看出，这个普京啊是不是趁机挑拨离间吧？趁机啊给特朗普上眼药，巴不得你欧洲跟美国干起来，巴不得北约赶紧解散，巴不得打起来之后这个俄罗斯他这个压力就小多了。这样的话，你特朗普你美国人就不能讲俄罗斯啊，你能为了这个格陵兰岛对吧，你插兄弟2刀，你插欧洲嘛？那我为了乌克兰，我这不也天经地义吗？是不是这个逻辑啊？所以这个普京啊就是拱火浇油，让特朗普对吧赶紧啊你去占这个格陵兰岛，跟我俄罗斯没关系，你想怎么占怎么占，我支持你。这个泽伦斯基啊，已经到了达沃斯。这个泽伦斯基说啊，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且意义重大。我们讨论了各团队的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会议或沟通，文件准备更加充分。今天我们还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问题。上次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有助于保护领空啊，我希望这次我们也能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我感谢您之前提供的防空导弹，并请求追加一批，保护生命，增强我们的韧性，共同开展外交工作。这是这个泽伦斯基的说法啊。当然他还说了一大堆啊，北约对吧，什么欧盟如何采取措施对吧，切实要保护自己。这个泽伦斯基举例子啊，他说今天啊，欧洲主要依赖这样一种信念，也就是欧洲人迷信啊，迷信什么呢？说如果危险来临，北约将会采取行动，但从未有人真正的看到这个联盟经受全面考验，也就是谁也没真正想过北约这个机制怎么启动。但是特朗普不愿意，你还不是白忙吗？泽伦斯基说啊，如果普京决定进攻立陶宛或打击波兰，谁会做出回应，对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啊，过个3-5年，俄罗斯突
突然打这个波兰，谁带头反击啊？美国吗？你指望特朗普吗？那欧洲谁啊？这是泽连斯基说的啊，谁会做出回应？北约的存在得益于人们相信美国会采取行动，他不会袖手旁观，并将提供帮助。但如果他不这么做呢？你看看啊，泽连斯基已经把这个问题赤裸裸的摆在台面上，就是告诉欧洲啊，你们以前依赖北约实际上就是依赖美国老大。你坚信啊，遭到了俄罗斯的侵略的时候，北约会还击，对吧？就是第5条吗？美国带头。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美国不这么做怎么办？说到格陵兰岛的时候，泽连斯基说啊，他说如果俄罗斯军舰靠近格陵兰，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乌克兰可以提供帮助，他们可能会像在克里米亚附近一样，在格陵兰附近沉没，也就是改变用途啊，也就是帮他装修一下，对吧？水面舰艇就变成潜艇，潜艇就变成海底礁石。泽连斯基说啊，如果俄罗斯军舰咱们好办，那是美国军舰呢怎么办？那么这是泽连斯基方面说法。那特朗普见了泽连斯基之后怎么说的呢？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表示啊，他当天在达沃斯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良好会谈，但距离结束俄乌冲突仍有一段路要走。消息称啊，两人会谈了1个小时。对于双方闭门会谈的具体内容，特朗普未予以披露，但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会谈中并未提及他新近成立的和平委员会。特朗普政府官员随后将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推进达成协议停火。特朗普说啊，相关斡旋仍在推进中，这是一个持续过程，所有人都希望战争结束。这个特朗普的特使啊，维特科夫和他女婿库什纳现在正在莫斯科啊，应该要跟普京谈。那在达沃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谈完了，无论是什么8000亿的这个战后重建资金，还是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反正到现在还没落定，也就是8字还缺了一撇。不过啊，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和美国总统对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谈给出了积极评价，说啊，如泽连斯基的会晤取得了成功。特朗普说啊，会晤结束后，两国元首还进行了单独会谈。特朗普告知普京，战争必须结束。关于这个普京的态度啊，这个前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使叫沃尔克，他说和平需要俄罗斯的同意，而他们不会同意，即使莫斯科今天接受了条件，明天也会提出更多要求，他们总是有更多的诉求。保持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的团结固然重要，但这并不能带来和平。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可能性不大，真正的目标是让战争代价过高，使俄罗斯无力继续战争，从而实现事实上的停火。会谈有助于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在加入欧盟安全保障、威慑和乌克兰复苏等问题上保持一致。俄罗斯的袭击虽然现在造成了伤害，但每一次重建都会增强乌克兰能源系统的韧性。从长远来看，这使得俄罗斯的战略注定失败。这个是前美国政府乌克兰特使沃尔克的观点啊，他就认为这个俄罗斯是不可能真正的实现和平的，那言下之意就只能把他打败。他这个判断啊，我是很认可。美国前总统特使凯洛格，也就是这个特朗普任命的啊，乌克兰的特使凯洛格，他现在不已经离职了吗？这个凯洛格在达沃斯啊，他说啊，普京不想重蹈尼古拉二世的覆辙。显然，普京不想重蹈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覆辙，因此他正试图寻找摆脱困境的办法。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战争中获胜。凯洛格，对吧？也是啊，跟很多印度的老干部一样，一旦离职了，对吧？一旦离开了工作岗位，就有点飘了，讲话胆子也大了，敢说实话了。凯洛格认为啊，普京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战争中获胜，不想重蹈尼古拉二世的覆辙，不想被吊死是吗？芬兰的总统啊，斯托布说啊，他说如果俄罗斯人对自己诚实，他们就会承认他们的任何战略目标都没有实现。普京想吞并乌克兰，结果他让乌克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他想分裂北约，结果他反而让瑞典和芬兰这两个国家加入了北约；他想分裂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但这没有发生；他想分裂欧洲，结果欧洲比以往任
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他想降低国防开支，结果我们现在都把国防开支升到5%附近，事态并没有按照普京的计划发展。确实啊，普京在战略上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适得其反。在这次达沃斯这个论坛上啊，特朗普居然宣布啊，美国的国防开支是1.5万亿美元。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字有没有印象啊？有没有概念？这么说吧，俄罗斯的 GDP 也才1.5万亿啊，多也多不了多少，那大概就是2万亿吧美元。你说说，整个俄罗斯的 GDP 只不到2万亿美元，人家美国的军费就是1.5亿美元，所以这个俄罗斯纯粹是个穷流氓，穷恨穷恨。在达沃斯论坛上啊，这些欧洲国家、北约秘书长等等，终于醒悟过来了啊！什么叫醒悟过来呢？这个特朗普挑起格陵兰岛的事情呢，多多少少啊是在帮普京转移视线。这个德国是先反应过来，后面啊欧洲国家也都反应过来了。这个北约秘书长说啊，美国愿意一直提供武器，欧洲和加拿大会出资，我们必须确保乌克兰能有武器。不要忘了，俄乌才是关键问题，对吧？都被特朗普给耍了。现在，对吧？这个全世界有关各方不要再关注格陵兰岛了，多关注俄乌战争，这才是根本。格陵兰岛那只是特朗普的一个手段，继续啊铁锅炖大鹅。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